我们来看新北市的消息，新北市有一个姓平富人人去菜馆行要试一粒运气，因为离开前发现讲，伊拄买来快胎放进去啊，是讲这个警方到现场一直调查的时呢，伊煞质疑讲是安怎无要先调这个监视器，还无共连袂几啊句烂警察，最后被依照妨害公务罪上班，法院判这个拘役50天，会使换罚金5万块。 妨碍公务了，他已经涉嫌妨碍公务了。我走了去，让警察来。车会来载，你不用担心，车会来载。甲警察一句来一句去，规地跳针。被自己使用陈述来，手上当事人辩护人如何第？迄阵的奥警察就是这3次被当场扣抓起来。你现在是人犯。 手放松就不会受伤。风扣起来时，规伫咧拍喷，代志就发生伫咧新北市芦洲正和街。本将是这个查某人报警察，想到落尾也是家己方送上警察车。当时妇人来到这间彩券行买彩券，发现自己身上的快筛不见了，警方到场处理，他却质疑为什么警察不直接调监视器，因此破口大骂。冲帮美警察冒查某人刻意妨害公务罪判关50天，或者是罚金5万块。 这钱拢会当去买500支快胎。菜馆行业店员讲，人客若是有物件碰见，会先倒找，过来则是调监视器协助报警。让警察卖先初步了解，再来看情形，和业者公文调回宾。毕竟民间监视器是嫌各自运输，嘛是拢爱按照流程行。 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